其實由細到大咧，社會文化咧都向我哋推銷緊一種永遠嘅概念。我哋嘅大腦因此咧建立咗一種沉沒成本嘅謬誤，認為只要一段關係啦，投入咗時間同埋感情啦，呢段關係就必須咧要走到最後，否則咧我哋會有一種感覺就係失敗啦，或者浪費咗，甚至覺得好唔抵。但係其實真相係咧，宇宙本質咧就係無常同埋流動嘅喎，強求永遠咧反而係違背咗我哋呢一種自然嘅法則。咁究竟我哋點樣去面對佢呢？我哋又發現點解我哋身邊咁多呢啲嘅關係，好似不斷咁樣離開又翻嚟，或者甚至乎係我哋唔知道點解嗰個人會離開咗喺我嘅生命當中。咁首先啦，我俾大家嘅一個嘅建議啦，就係我哋嘗試做一個心態嘅重塑 reframing， 就係嘗試咧將關係睇作成為階段性嘅任務。呢一個人嚟到你嘅生命入邊，係為咗咧陪你喺某一個課題，例如你學識咗愛啦，或者喺你生命入邊最孤獨、最孤單嘅時候，佢出現咗去陪伴咗你啦，又或者喺段關係度，你睇得更加清楚，其實你內在係需要啲咩嘅。咁好啦，當任務完成咯噃，咁佢喺你嘅人生嘅呢個階段入邊咧就完成咗啦，佢可以離開，咁呢個保質期就到期啦。結束唔代表失敗，而係代表咗呢段關係嘅圓滿啫。